我说平安。平安，对，无定咧，搁伫宜兰吼。无咧，我咧三剑咧。你等下三叫啊？哦，OK，哦，我昨暝，因为我今日爱开会啊，今日OK，公司爱开会，所以我袂走哩啊，所以昨暝转来啊，明仔载才过去啊。哦，好好，好算明仔载若天气还好，就继续搁行啊。礼拜我就伫边遐做礼拜。，OK，OK，啊，假日迄边的价钱较贵啦。哎呀，我都有看吼，敢若嘛有3000几啦，3800左右。啊无我那个比较早起有价。华的时阵，我就是点入去看吼，嗯，迄个 Google 的吼5000，我看一个惊着。假日啊，搁迄个嘿，对哎呀，我刚刚看了一下，哎，好像是3800多。，OK，OK，啊，你讲已经袂歹嘛吼？因为北麦它的早餐非常好，我很喜欢。哦哎，哦哦我甲无顺良做介意。哦，好好好。我迄刚有拄着迄个孟正牧师啦。蒙特牧师哈，OK，因为迄个郑贤有交代我爱送一个迄条迄个一个什物接头的线。OK，OK，系啊，所以我就先列解联络啊，摕回来了，我才去边仔踅踅咧啊，等因报道的时间，我才带伊去啊，带明年去安尼。真好，真好。啊，伊讲伊嘛，因为孟正牧师嘛做无用的啊吼，讲那个接待几个单位。对，嘿，伊种伫遐嘿，办了真好势，对，是啊是啊，嗯，嘿，真好，嘿。好，大家时间到，咱先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恩典，互阮伫暗时啊，搁一摆来组织做伙啊，阮要对伫圣礼典，特别是伫改革宗长了宗下两个圣礼典啊，来继续来思考，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透过安尼的提醒思考，也愿伫阮的信仰的生活中间，会通搁较济会来甲你较亲近。也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角地地，也特别为着阮的主分长老来祈祷中间来开祷要做会开祷咧恢复中间，恳求主你来赐福看顾，互伊会当赶紧来恢复。为着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阮主你也亲主成做阮的帮衬，来祈祷各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我前礼拜咧讲着洗礼的问题吼，我毋知咱有听出一个问题无吼，我上落尾吼，我倒转来PowerPoint内底的头前面啦吼，我特别用即两张阮双生因伫坚信礼的时阵我亲自甲因坚信礼即个中间。我有去提到一项代志咱毋知有注意听无吼。我讲，当我做传道书的时阵我袂当洗礼嘛所以我伫即个咱讲聚会即个牧会中间，我的会友甚至我家己的囡仔要洗礼，着爱有小会议长，也是讲母会的牧师来洗礼问题毋是即个什物人洗礼问题是讲，因为我被要求当日我爱去伫母会讲道咱毋知有听出问题无？幼儿洗礼是什物人的决志？老爸母爱带囡仔去伫圣殿，互牧师来洗礼。好，我人伫倒位？这是足严重的问题啦真侪时阵咱无去做较深入的思考，敢若用一个真表面的物件去想要用真简单的方式去解决一个真简单的问题比如讲，真有可能母会想讲，安尼会当省一笔邀请讲员来讲道即个谢礼。所以传道书就派倒转去伫母会讲道，但是问题是，
我的囡仔咧洗礼，我人无伫遐，到底啥物人决志？这个问题，互咱来思考啦，因为小儿洗礼的重点，毋是迄个洗礼本身的问题，是父母爱做决志，所以这个这嘛诚做我伫尾咧牧会中间足细致咧处理的一个部分啦，好。倒转来今仔日要讲的，就是圣餐，咱讲伫解决宗内底两个圣礼，第一个是洗礼，第二个就是圣餐啦，圣餐的英语叫做 Holy Communion，Holy 咱就毋免讲，这就圣Communion 是啥物意思？你注意甲看头前 commune 是咱讲这个加 T 就好，COMMUT，这个就是一个交通啦，交通咱讲话的交通叫 communication， 所以 commune 是足重要的，咱咧讲的圣道相通，互相交陪，甲上帝的交通，所以伫英语咧解说这中间有足清楚第一个the sharing of exchange of intimate 是应该是讲足亲密的一种思考，一种感受，所以到底什么人会当守圣餐？这是非常重要有我连伊下去讲到一个部分，就是讲有诶较自由派神学家，因感觉讲所有诶人拢会当来守圣餐耶稣咧讲诶圣餐，敢真正是安尼？我想这个咱会当对圣经来去思考啦，来去思考。所以咱知影，其实伫即个原文咧讲到圣礼典、圣餐，即个物件是一个足亲密的关系的交往，互相来咱讲交陪也好啦，交通啦，互相分享啦，互相有即个关系这特别是咧讲到灵性上的spiritual 即个 level 你讲这讲 mental， 就是咱头壳底的物件其较重要是这个咱讲灵性的交通圣餐对倒位来当然，咱知影圣餐是对耶稣基督所设立最后晚餐开始的，但是咱毋通袂记即迄暝是犹太教真传统的搬过节伫迄个时间所设立的，所以耶稣基督真咱用中文来解释讲，很巧妙的真安尼真有技巧性的，甲即个搬过节的意义转化做一个搁较属灵的即种交通的迄个礼典，而且伊甲伫圣殿即种的礼仪，甲伊转化做，也是讲提醒做咱伫家庭中间来做的一个关系即个其实这非常重要，因为咱若准用安尼去思考的时阵，咱伫疫情的中间，咱要安怎去思考圣餐要安怎接受，这就有足重要的一个思考啦好，这后壁我会佫讲好，最后晚餐就是咱讲圣餐设立的一个上大的基础，但是咱无法度去否认一寡福音派足爱否认旧约，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讲说旧约要废掉，甚至伊佫讲着爱去成全旧约的律法好，所以圣餐的历史就足清楚的咱对这个犹太的礼仪虽然咱知影讲各宗派、各教派对圣餐的看法无拄共款啦咱知影这个对洗礼的看法嘛无共款对圣礼典的看法，咱前礼拜有去讲着伫传统的礼仪的教会咱讲西方的罗马教会、东正教有7个礼有7个礼
即个伫解决宗内底，咧讲敢只有2个礼，但是伫浸信会内底，因无承认幼儿洗礼，所以因会要求伊有重洗的。很清楚的重洗的意涵吼，无论你幼儿有洗过礼，伊拢不管，伊无承认幼儿的洗礼，所以要求你还阁洗一摆吼。这咱就真清楚，咱就知影。那是圣礼典内底大概是分做3个无共款的角度来讲吼，3个吼。我念伊会互咱看到天主教，特别是天主教咧讲的这物件吼，因咧使用的物件吼。伫旧教的天主教、东正教遮，因对即个圣餐、圣礼典的看法是非常神圣的吼。伊毋是上顶尔条，是神圣的。透过安尼要来成做接受圣餐的人一种的祝福吼，就是一种的祝福。所以咱前礼拜有讲到因7个吼，洗礼、坚信礼、圣礼、神职人员的受职吼，忏悔礼、医病、抹油、婚礼等等吼，遮个。那新教咱知影，只有承认圣礼圣餐甲即个洗礼吼，即个咱已经真清楚啊吼。好。新教内底也有诶，甲将即个初恳礼、坚信礼、婚礼当作圣礼，可能有啦吼。但是大部分来讲，咱就看着讲，若是主礼者穿着大礼服，伊就即个教派甲伊当作圣礼典吼。你像讲伫信义会中间吼，伫信义会中间，因抑阁有一寡部分，因有当时嘛会真注重吼，真注重。像讲阮伫美国诶信义会，阮也大概就是讲，伫所有虽然伊界定吼，只有圣餐甲即个洗礼是圣礼典吼，但是坦白讲，比如讲一个牧师要就任，因嘛会守圣餐，所以迄个礼拜嘛是一个圣礼吼。因伫即个开会中间，伊嘛会守圣餐，迄个礼拜嘛是圣礼吼，所以。伫足潜移默化诶中间，因有甲足济个礼拜拢甲圣礼化，吼，拢甲圣礼化、圣礼典化，吼。虽然伊伫神学上教义顶悬是讲，即个洗礼甲圣餐才是吼，但是伫真济个礼拜中间，因拢甲圣餐带入来，吼。这是较无共款诶物件啦，吼。对伫守圣餐来讲，天主教吼，第一种讲法就是讲，当神父来祝谢即个饼甲即个杯了后，即个饼就真正变做耶稣基督的身躯，即个杯内底的酒就真正变做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毋是干那讲，即个神父以外的人袂当去，袂当就是讲，你圣礼典完了后，其他诶人拢袂当去摸着即个物件，嘛袂当食，嘛袂当啉吼。伫咱诶长老会内底，基本上是小会员会当去处理后壁诶即个物件吼。但是咱无足严格去规定即个代志，但是咱伫咱诶体制顶悬讲啊真清楚吼。好，天主教认为讲。伫祝谢了后，祝祷了后，即个饼就变成做耶稣基督的降临，吼。所以迄个饼，敢若看到耶稣基督的身躯共款。那安尼剩诶呢？要安怎？吼。所以因剩落来吼，袂当凊彩人来，甚至迄个咱咧讲即种腐剂，因嘛袂当去处理遮物件吼。所以因就开始，因咧思考遮物件时，就每一间诶天主教诶礼拜堂内底，拢有一种物件叫做 tabernacle。即个物件是专门咧放祝圣，因叫祝圣啦吼，祝圣过的圣餐饼跟酒。爱收藏伫内底，爱锁起来安尼吼，爱锁起来。所以阮有当时咧，迄阵咧读神学诶时阵，有当时就较会紧算笑。敢到遐袂去食吗？若到遐食要安怎啦吼？这是一种玩笑的说法吼，
就是讲，你家己当做耶稣基督诶身躯，别个人袂当摸到，爱甲关伫迄个内底。啊，真正敢无有到遐？啊，若到遐食诶是到底你要甲当做是啥？伊是圣徒嘛？吼，圣 ant 吼，圣狗遐吼，还是安怎？吼，啊，这就是讲，咱咧挑战天主教诶即种诶讲法，吼，啊，到底这个饼真正会变做耶稣诶身躯无？吼，所以伫主后300几年进前，罗马迄阵还未接受基督教，因真侪时阵会误解基督徒拢咧杀人肉、食人诶肉、啉人诶血，吼，伊这是一个误解嘛，吼，因为你家己真正家己讲做讲，你祝圣了后，祝谢了后，这个饼就变做耶稣诶身躯，所以恁拢食耶稣诶肉，拢啉耶稣诶血，所以当一个无信主诶人对边仔经过听着，哦，恁拢咧食人诶肉，啊啉人诶血，吼，迄个误解伫早前是存在，吼，是存在，好。现代天主教开始，咱咧讲这个圣坛吼，圣坛就开始变做一种已经有小可圣物崇拜的感觉啦吼，开始互伊艺术化，啊，着爱名家，也是讲倒一个收藏家吼，比如讲即马伫进前的水晶教堂内底，我连咪会当会放迄个相片互咱看吼，伊即马就是一个足有钱的。天主教徒一个太太吼，啊，伊就献出因兜收藏的一个圣坛，来互水晶教堂即马来使用吼。所以水晶教堂即马叫做基督堂啦吼。基督堂伊伫天主教的手内底，因接受这个圣礼典了后，剩的饼甲酒就会放伫迄个圣龛内底吼，圣龛内底吼啊，会来收藏安尼吼。信义宗呢？信义宗的讲法就是讲，当你祝祷了后，吼，耶稣代表耶稣的这个身躯，甲代表耶稣的血，伫迄个时阵礼仪的时阵是存在的，吼，是存在的。但是呢，结束礼仪结束了后，就无啊，吼，这是第二种说法，比较是中间的哈。信义宗相信安尼啦，是讲当牧师要主持圣餐的时阵，祝谢了后，迄个时耶稣的神就伫迄个饼、伫迄个杯内底，迄个时伊就伫迄个内底安尼啦吼。啊，到伫礼仪结束了就无啊啦吼。伊讲真真正正伫迄个所在来存在，英语的讲法叫做 real presence 吼，就是伫迄个时阵是真正临到伫迄个饼甲杯内底安尼吼，啊，这是信义宗的讲法啦吼。所以当你咧接受即个饼甲即个杯的时阵，就是你着伫迄个主耶稣同在的内面内底吼。啊，所以因真坚持，因真清楚知圣餐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嘛是伊所交代吼，所交代啊，咱着爱安尼来接受吼。所以透过这看会到的礼仪，来去了解看袂到上帝的恩典，领受到耶稣基督迄种牺牲的救恩。啊，这是伫信义中所咧讲的吼。新教就是咱所谓的对马丁路德了后，到伫加尔文了后，即个咱咧讲代表长老宗的这改革宗的看法吼。因即个咱的看法就是讲，迄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好若亲像用水行洗礼咧象征上帝用圣神来充满，甲咱行洗礼共款。吼，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吼，没有会让这个饼会变成耶稣的存在，嘛袂变做耶稣的身躯，变做伊的肉。这个酒嘛袂变做耶稣存在伊的血伫遐，嘛袂变做耶稣的血事实变质说，吼，毋是安尼吼。所以咱是讲，迄只不过是一个代表。
咱用安尼诶象征诶意义来去纪念耶稣基督诶救恩甲伊诶恩典，所以即个神学诶立场就拢总完全无共款啦吼。啊，当然伫咱诶即个教会诶法规内底就有规定啦吼咱知影伫迄个无共款诶礼拜中间，咱会当无共款诶一个接受吼。我迄阵啊，搁伫美国诶牧会，就是我转来台湾，我就会倒转去伫家己中会上河教会，因为我诶牧师职挂伫遐，所以我等于殉职啦吼。嘛有机会，就是市牧师伊就会邀请我甲伊做伙来执行即个圣礼典吼、圣餐吼。阮伫美国，无论是信义会还是伫长老教会内底，美国长老教会内底，阮时常拢是2个以上的牧师做伙咧主持圣餐。但是伫咱台湾较可惜，拢差不多拢是一个人吼咧主持。我拄对美国转来了后，咱教会嘛有来举办着联合的受难礼拜。迄一届我有邀请洪英文牧师做伙来主持这个圣礼典吼。因为我感觉讲，既然是联合的礼拜，就爱有联合的服侍啦吼，这是我的概念吼。所以这嘛是我伫美国学习到一个，无论伫信义会还是伫长老教会牧会这中间学习的一个真重要即种团队服饰的一个概念吼。所以我转来伫台湾的是迄阵市牧师邀请我嘛真欢喜，我会当甲伊做伙来服侍安尼吼。所以阮伫会前来准备吼，着牧师带领礼拜组的长老做伙来准备吼。咱请会记咧吼，圣礼典是小会的责任吼。咱教会较古锥吼，拢交互执事去处理啦吼。其实这是应该是小会的责任吼。这就是我拄则咧讲，我转来应该是第2冬吼。了有一个联合的即个受难礼拜伫咱的教会内底，咱的规个礼拜长，我有邀请英文牧师做伙来主持吼。对我来讲真大意义，因为洪牧师是我初大汉的青年伊迄个时阵迄年应该是副议长吧吼。会当安尼我嘛甲讲，我转来了吼，你是做我的辅导，因为我已经离开台湾10几年的时间，离开台北中会嘛超过20冬吼。所以我对真侪即种台北中会文化、台湾长老教会文化已经生疏吼。所以伊嘛诚做我的一个帮衬安尼吼。会当做伙服侍，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受祝福的代志啦吼。这就是迄个一生的一个情形吼。OK， 好。伫圣餐的部分大概是安尼啦吼。因为咱伫即个长老教会内底所咧讲的即个的部分，就是咱伫当会吼，咱一年爱守6摆，2个月上届无就爱守1摆啦吼。咱嘛有迄个报道所，也是讲聚会吼。那照规定，就是一年上少爱2摆，就是小会议长受派小会议长呢，爱去主持爱去来帮忙即个开拓中间的教会来主持即个圣餐啦吼。我有放资料去互放见呢。稍等一下，我开一下我感觉这个我的 PowerPoint 有一点少掉，我小可来找一下等下吼。我找一下，好，应该不止这些资料，等一下哈。好，开一下。
我有小可。因为我有看迄个即马伫加州的即个基督堂的圣龛伫内底，怎么会不见了？真正无去安尼。好，小等下我找一下哦。好，我直接开迄个相片出来啦吼，因为我的 PowerPoint 毋知安怎，进前有宕机单无去安尼吼。我开相片出来互大家看一下安尼。好，来，我已经找着相片啊，伫遮。好，安尼大家毋知有看到即个无？有看到。吼，即个就是伫咱进前咧讲到迄个水晶教堂内底吼，伊伫2012年去互天主教伫拍卖中间来甲伊买去吼，即个了后伊就有即个吼，即个就是因就将即个接受圣餐了后耶稣诶。你讲的耶稣的身体，你也看遮有即个波头的形吼，有波头的形吼，有遮个雕刻的物件，有即个吼，即个部分安尼吼，嘿，这是相片啦吼，互咱看者吼，你会看遮有杯有无吼？这就是咱用即个民间宗教的讲法叫做。龛啊，圣龛吼，就是讲因咧藏生命上的物件，伫天主教即个物件，因嘛是用即个字啦吼，你有无吼？咱有看到最后晚餐的图嘛？伫即个所在，遮嘛有即个耶稣顶十字架这吼，所以伊伫即内底，伊就用真济的代表的象征吼，有足济的。雕刻的故事伫迄个内底吼，伊就用安尼就来收藏有诶一般诶天主教会内底，其实就是敢若是一个信箱的迄个形吼，四四角角有挂物件来藏入去安尼吼，这是拢已经真特别啦吼，因为即个奉献的即个人是一个听讲是足有钱吼伊干若买即个都毋知买几百万美金吼，一个足有名的即个西班牙的艺术家所雕刻所做的即个圣龛吼，伊当捐献出来互即个咱讲基督堂吼，互因来做使用安尼啦吼，嘿阮去参观的时阵，天主教的主教特别带阮去看，有甲阮介绍。伊就咧讲，即马这是放伫即个一个箱内底做保存吼，但是将来因若礼拜堂修建好、改变好了后，因就会使用即个物件，就是伫即个吼这咱有看耶稣医治人的代志吼，嘿，这你会看到有足侪圣经福音书内底的故事放伫个内底安尼吼，嘿这就是因天主教真注重吼。耶稣的身躯甲伊的血，伫即个祝祷了后，就已经淋在迄个饼甲杯内底吼。这是耶稣甲玛利亚
圣神的启示，因去逃难走去埃及的即个情形啦吼。其实有足侪的故事，因就拢藏伫即个内底吼，就甲伊性别化，安尼就是吼变做一个真有性格的意义伫迄个所在安尼吼。这是迄个，这是啥？这就是真简单的表达耶稣平静风浪啦吼，嘿，真有意思啦。但是就是讲，天主教咧讲的迄个意义，咱比较是较袂当接受啦吼，咱较袂当接受啦吼。好，伫遮要甲咱问一个问题，吼，因为我歹势，我应该是爱搁检查，因为我当资料单图片甲资料无去吼。好，圣餐什么人会当守啦？吼，我拄则有讲着讲，自由派神学家，伊认为讲应该所有的人拢会当来守才会使，安尼对人来讲是咧表达咱对因的欢迎，吼，咱无甲因排斥啊。比如讲，咱中间若有一个非基督徒。伊来慕道，来咱教会，拄着咱守圣餐，那安尼到底要互守圣餐无？自由派神学家认为讲爱互守圣餐，因为咱耶稣讲吼，咱爱诚做迄个万民祈祷的殿，咱爱欢迎所有的人，吼，咱袂当共拒绝，吼，安尼对毋对啦？吼，我互咱即个问题去思考啦，吼。过来第二个问题是讲，我要互咱来思考是讲，当耶稣伫最后晚餐的时阵，伊到底招几个人伫遐守圣餐啦？最后晚餐的时阵，有几个人甲伊做伙守圣餐？为什么只有即几个人守圣餐？吼，我感觉这是真值得咱来思考的一项事吼。耶稣到底招偌济人来守圣餐？为什么只有这个人？吼，只有这个人，毋是咱咧讲的全部的人，吼，就像讲自由派神学家所咧讲的，吼，到底耶稣咧甲咱表达什么货？吼，伫咱的即个教规内底，嘛有讲到迄个爱禁圣餐的人，什么人爱禁圣餐？吼，既然有禁圣餐即项的规定，那安尼咱伫咱的神学的教义内底，是毋是真正亲像自由派神学家所讲的，所有的人拢爱来守圣餐才会使入？吼，因为既然有禁圣餐，就代表有人袂当守圣餐。那安尼的时阵，到底咱要安怎来思考圣礼典甲即种咱咧讲的信仰的开放性？吼，到底圣经安怎讲？也是讲耶稣伊实际是安怎做？我想这是足值得咱来思考的啦吼。咱伫咱的教规内底，咱的教规内底有写足清楚吼。是咧，我甲用一个。咱的教规内底吼，有讲到即个禁圣餐啊，比如讲有人伫性的代志，伫婚姻内底有问题，因必须爱被禁圣餐吼。我记我足细汉的时阵，就捌听阮爸爸因讲某某人吼，某某牧师因为伊离婚，所以禁圣餐，教会中会就甲伊渎职吼。某某长老因为去互发现有2个某，所以就禁圣餐吼。阮迄个时代定定听呀吼，即马改成较少听呀。这当然有即马社会无共款的一个思考啦吼。社会咱知影即马吼，离婚的人一大堆啦吼。到底伫咱的圣礼典守圣餐的中间，
到底是全部人拢会当守，或者是讲亲像这个教规戒规内底有禁止性餐伫遮吼，禁止性餐哦，这个部分吼，讲扰乱教会啦吼，无名义的罪啦，听权的啦吼，搁伫其他教派搁一概受洗，咱就会甲拄命吼。既然有安尼时阵，所以就无代表所有的人拢会当守圣餐吼，这是第一个对法规的角度来看啦吼。伫咱的法规的精神内底有分做啥？有陪参会员甲毋是陪参会员，所以我一直咧甲咱厘清一个观念，就是讲，伫洗礼了后，伊无成做当然的陪参会员，毋是哦吼。洗礼甲成做陪参会员，其实是阁有一个程序爱行吼，爱行去观察是毋是伊有照着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诶拢真勤奋来参加聚会、参加礼拜参加服侍11奉献无等等遮诶物件吼，然后才开始接受伊成做一个会员吼，伫洗礼了后，伊就会当守圣餐，但是伊无拄成做陪参会员。比如讲，牧师咧执行圣餐的时阵，通常拢会讲一句话，讲欢迎在座所有受洗过的基督徒，甲阮做伙来享受主的宴席。所以，咱无论伊是毋是咱教会会籍的人，伊拢会当守圣餐。但是，所有守圣餐的人，无拄拢是咱的陪参会员。陪参会员就是咱的会籍的人。伊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所以这是抑阁有迄个程度顶悬的无共款的所在吼，程度顶悬，我家己看会当用较大诶无，歹势，我这小可有问题吼所以咱要安怎成做一个真清楚伫即个礼仪中间诶即个信徒，歹势我无法度用吼 ，OK 好，好。耶稣捌互5000人食饱，咱知嘛吼？耶稣嘛捌互4000人食饱。5000人食饱，剩12人。咱讲伊这是针对以色列人咧讲着救恩福音。4000人食饱，剩7人咧讲着当初时的外邦国家有7个国家咧预表福音要到伫外邦。所以以色列人会得到福音，外邦人嘛会得到福音，拢无毋对。但是耶稣捌差派12个学生出去，嘛捌差派72个学生出去，但是守圣餐几个？那照伫圣经的记载，最后晚餐只有12个，赶耶稣13个。为什么？耶稣无互5000人拢来守圣餐，伊甲因饲饱，但是伊无互5000人拢来守圣餐，伊嘛无互4000人拢来守圣餐，伊甲因饲饱吼。所以这互咱来思考，到底自由神学伫讲即个概念，是毋是有符合着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精神甲意义吼？咱搁另外一个角度，用实际角度来讲，如果讲阮若准是一个非基督徒，参加伫教会的聚会中间，拄好拄着人守圣餐，我感觉受排斥，因为我好像化外之民，跟你们不同伙的，有可能有即种感觉无？有可能啦吼，有可能。通常阮伫美国的时阵，阮会安尼做，就是讲。要守圣餐进前，大先为着遐未成做基督徒的人，先来祝福祈祷，嘛邀请因会当来为着要加入教会成做基督徒，将来做伙守圣餐的努力吼，这是一种方法啦吼。但是无拄逐摆拢会安尼做啦吼。就是讲，如果一个伊毋是基督徒，对伫信仰阁无介清楚的中间，
到底食迄个饼对伊的意义是啥物货？有达到圣餐守圣餐的意义啊无？我想我要等这问题，互咱去思考啦吼。当然，对咱的法规的规定来讲，就真清楚，就是爱有洗礼的人，才会当来守圣餐吼，才会当来守圣餐，这是已经真清楚的代志啊吼。啊，所以咱就大概就知影，就是讲，伫长老会的体制内底。就是有洗礼的人会当做伙来，无论伊是毋是咱的会籍的人，伊只要有家己清楚、家己负责任，讲我都洗礼过，我要来守圣餐，拢无问题吼。我嘛捌拄着，讲，大部分的同工拢感觉讲，伊毋捌受过洗礼，但是伊就讲伊有，要互伊无？伊既然就讲伊有啊，你就互伊。吼，我捌处理过即种的情形啦吼。只要伊声明讲我有，咱袂当场讲你迄个证明互我看，咱袂就是共款，就分这圣餐互伊，欢迎伊做伙来守啦吼。因为搁另外一个所在是保罗所咧讲的，就是讲伊迄是较严重的一个讲法啦吼，就是讲，当你若无悔改心，你来守圣餐，你就是咧食甲啉你的罪啦吼。所以，咱基本上我们不去做这样的分辨，就是讲，当咱敢问知影讲，伊就感觉讲，我有洗礼过，我想要守圣餐 ，OK， 咱会发。但是咧，迄个原则就是讲，有洗礼，咱才欢迎伊来守圣餐啦并毋是因为安尼要排斥，还未受洗礼的人，或者是讲。无道有，咱无即种的心啦但是就是讲，伫体制顶悬，伫实际的执行顶悬，咱真正望伊真正会通了解，然后食即块酥仔的饼，啉酥仔的果汁，其实无代表什物款的意义。如果你毋捌的时阵啦所以。这大概是咱伫长老会咧讲到守圣礼典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思考甲角度啦，安尼啦吼。好，安尼个今仔日讲到这，看咱有啥物款的问题要问无？老师，是你讲平安，嘿，因为咱若守圣餐了后，剩的无用完的部分，是应该安怎处理较好势？烧会完做伙食了。烧会完哦。嘿，好，嘿，谢谢。老师，是。老师，你头早讲吼，受洗礼守圣餐，如果迄个人无受洗礼，但是伊认为伊有受洗礼，嘛是互伊用。但是咱每一摆若伊守圣餐的时，敢是拢有讲，若无受洗礼也是个人，就袂使迄个摕，也是安那，敢是安尼？咱有讲着，但是咱是变做讲，咱是照规定，咱来声明。但是伊若感觉讲，我都有，你袂当伫迄个礼拜，逐个守圣餐的时阵，你去甲伊争论讲，无你摕证明我看，你无证明你袂当食，迄个时阵整个个礼拜都有问题去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要他举手拿了，我们就给他。嘿，对。好，谢谢，了解，好。老师，我嘛有问题。好，你讲。那个天主教徒应该会当甲咱同齐来守圣餐。我拄则讲吼，咱的原则，所有的无论在哪里受过洗的，我们都欢迎。好，你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天主教徒、天主教的神父无欢迎咱去守圣餐，因为因认为咱对圣礼典的神圣程度不够。安尼，好，谢谢牧师。好，那我顺便讲一下的是讲，
我有机会再去找我的相片，因为我相片很多啦，我最近就是在整理相片，所以我的电脑宕机宕了好几次哦，资料就有一点乱掉哈。好，阮捌甲天主教，我伫美国时阵吼，捌甲圣公会，我迄阵伫信义会嘛吼，啊，佮甲即个长老教会，啊，即几个教派做伙来修圣餐无问题。但是当阮要甲天主教做伙修圣餐的时阵，特别是阮伫嘉义中会迄阵啊，阮时常甲嘉义的信义会，长老庄嘛吼，甲信义会，佮甲天主教，阮定定办228的和平祷告会，吼都没有问题。你只要不卡到圣餐都没有问题。只要是信义会或是长老教会主办，也都没有问题。信徒拢会甲阮做伙修圣餐，佮修个足欢喜的。但是轮到伫天主教主办，阮嘛捌做伙逐年拢有圣诞节的游街，阮做伙办报佳音等等的吼。但是只要天主教伊主办圣礼典，即声惨啊！阮所有的牧师拢伫遐目睭金金看伊修圣餐，阮袂当修圣餐。这是很大的差异啦吼。这是经历，有一摆有突破。什么人呢？就是拄啊，即几冬才摕落来台湾的天主教的总主教洪山川主教，伊迄个时阵是嘉义区的主教，伊打破天主教的坚持，伫伊的手内、伊的任内做主教的地区主教的时阵，邀请阮信义会甲长老教会牧师伫因的这个主座教堂，伫家己的主座教堂做伙修圣餐。因为即件代志，伊去互教廷来调查检讨。嘛，因为即件代志，伊破格伫地区主教做当半还袂到，就升台湾的总主教。伊迄个时阵的教宗感觉讲不可思议，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能够这样突破？但是你知影，因有真济迄种传统的束缚，因无法度足广义的推广即个概念，所以到即仔伫咱咧讲的 WCC 就是世界基督教协会内底，天主教即个时阵还佫无要甲在改革中的教会做伙修圣餐，这是即仔目前最大的困难啦。伫即个所在，对圣礼典的了解无共款，基本上咱是足开化啦，对。好，各有问题。问一下，如果他本来是天主教徒，然后他想要来跟我们一起信耶稣，那他还要再受洗一次吗？没有啊，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重洗派，我们承认任何一个教派的洗礼，甚至像信心这前礼拜咧问的，有的教派不是牧师行洗礼，要安怎？我们也承认啊。因为我们就坚定相信，那个受洗不是人的事情，受洗是透过人，是上帝亲自用圣灵跟火来洗礼。好，谢谢牧师。对，好，各有问题无？有要分享的无？牧师，我分享哈。好。我捌看过，因为我头前我找无相片吼，就是以前古早时代吼，这个禁圣餐的代志吼，确实是足严格吼。我捌伫迄个西丽教会迄个小会迄个资料看到吼，迄阵还用毛笔字写的吼，讲摩米人吼，迄个名有甲画掉啦吼，迄个伊迄是有写名啦，但是尾啊迄个历史资料甲画掉，牧师吼，甲名甲摕掉犯着。第七届就是行干年啦吼，可能去走去黑白迄类吼，禁圣餐，搁来讲
伊的老母有作证，伊的他妈妈啦，他妈妈有作证讲伊看到第7届，嘿所以禁生产，有影咧，这确实有影，这我真正伫迄个小会记录内底看到的，迄阵古早时代，迄个用毛笔字写的时阵，伊想甲咱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嘿，好，搁有无？我说，我先告你结婚。好，你讲。我们家就是我妹妹那时候就是在生的时候没有受洗，然后她要走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迄个嘛不是牧师，嘛不是传道嘛，嘿，伊就是一个受洗的，就是安尼讲有准绳。我是两条。我了解，嘿，在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怪怪的啦，然后那有点就是算是他小姑那一边的亲戚啦，他也是在走神学这条路啦，但是我认为伊也不是牧师，伊嘛不是传道者，唔知咧，因为足济太阳山不了解，那这样我妹妹有没有这样算不算受洗的这个？好，你如果要问说他有没有上天国，我跟你讲说我不知道。对，但他的洗礼有没有效？我觉得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如果说他是在病房里面，我们就之前不久嘛，我前礼拜有讲咱伫这个苏兄弟的心肠就是讲，伊伫临终的时阵，伊有清楚伊决志想要洗礼，咱就甲伊洗礼。咱嘛知影讲伊对信仰未介清楚了解，但是当伊伫生命伫要完的时阵，伊有安尼足清楚表达讲伊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咱就甲洗礼。这是一项好。但是不是牧师你家受洗礼啊？但是我妹妹，因为我感觉她没有那个身份了，我觉得啦。OK， 对，即摆就是我要接续要讲的，就是讲，咱即摆咧讲是讲，对咱的长老宗，咱的坚持就是讲，咱望即个牧师有一个受按立，有一个职权，咱的体制嘛足清楚，咱有2个圣礼，就是洗礼甲圣餐，这一定是爱牧师来处理这是咱长老宗 OK， 但是其他教派，甚至咱我想甚至这前礼拜咧问是毋是这个意思，我嘛毋知影。伫台南某一间教会长老教会牧师会当设立未读神学院的做区牧，因嘛会当授权因家己的小组的人去共洗礼，长老教会但是你若照体制来讲，长老教会无接受这种的洗礼。但是咱搁碰到一个难题，伊既然自称为有洗礼的，我们也不能否认他。这是咱的伫教育典管的原则啦。那我觉得到一个临终的界点的时候，他有没有得救，其实不是我们要担心的问题，而是他自己清楚的告白跟接受。你特别讲，咱讲这个苏兄弟来讲，伊伫三甲教会洗礼接受成做三甲教会的会员，对伊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坦白讲，他要追求的是，他要归属于主耶稣基督那个天国的一份子，那个比较重要了。所以迄个时阵是伊家己的个别足重要的。所以我不会去论说像你的妹妹的情形到底有没有，但是就是讲，伫无同款的教派咧处理的时，对我们来说，我们会非常谨慎来处理这个部分。那有些教派又觉得说，不管啦，就为天国增加一份子，那我们也没办法。对，好，谢谢牧师，好，谢谢。牧师，我
分享啦吼。咱应该是讲，伊若是有人性吼，伊若佫清楚了解，应该就是啥物人甲洗礼拢无要紧。有当时你若拄袂拄好诶时阵吼，你只要是，伊若是咱毋是讲靠咱家己有啥物款长老、执事，还是讲牧师诶，即个叫做呼调即管了后，咱才会当洗礼嘛。伫圣经内底嘛无安尼记载嘛。咱长老教会最主要是因为特殊啊，无你乱去啊。你会乱去啊！你会无迄个特殊的没有秩序，迄是伫教义顶头的秩序嘛，特殊的部分啦吼。所以至于是洗礼，应该是讲洗礼迄个要讲洗礼迄个人嘛，爱真正清楚对真理有了解。过来就是要互洗礼迄个人，伊爱有人性。而且讲有人性应该就是，因为我提供主要所伫互顶伫是未过顶的时阵，边仔迄个强盗啊，迄个确实就是强盗嘛，这可能是安尼迄个叫做作奸犯科啊，可能是杀人放火啊。结果伊人性主要所了的时阵，主要所讲一句话，你今仔日要甲我人去弄所以用安尼来看的时阵，咱就应该头拄牧师讲的，就是安尼。咱是长老教会，咱才讲因为秩序，你袂当讲乱去啊。所以咱有这个秩序，所以才规定安尼，这是教派的规定。毋是圣经的规定，以上我就安尼甲咱大家分享一下，谢谢。谢谢，多谢文牧长老的补充吼。所以我一直咧强调讲，迄是咱长老教会的体制。但是我拄则咧讲，亲像苏兄弟共款，对伊来讲，牧师倒一个牧师甲洗礼，伊归属倒一个教会的会员，已经对伊来讲无重要。重要伊是归属伫上帝国安尼。这个是很重要的思考啦，所以我们也不用再去追究说他不是牧师，他洗礼有没有效？我觉得在生命的里面，我觉得真的是他自己的韧性哈。都讲文牧长老咧强调这物件，伊家己迄个清楚的决志是足重要的哈。对，谢谢牧师。好，谢谢。好，伫遮嘛，最后甲咱提醒啦吼，因为我4月份去日本的时阵，伫建美教会我带大汉的青年，另外一对我做媒人的吼，因这个姊妹太太咧甲我讲，伊伫日本甲台湾拢有受到迄个东方闪电的姊妹足热心，招伊聚会咧找问题，等的骚扰啦吼其实东方闪电一直都没有消灭掉他也一直在找机会，在找基督徒，找教会，然后去渗透所以你若拄到迄个一个不认识的人，特别是姐妹。通常因两个人做伙会去找你，甲你问一寡问题，了后会甲你招我们去听什么那个某一个人很会讲安怎你就是小心啦，因为基本上那是很典型的东方闪电的一个做法我去日本的时候，那姊妹才咧甲我讲伊咧分享伊嘛差一点去互拖去安尼所以伊嘛咧讲这么。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安尼嘛甲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换咱有可能会去佫拄着啦会去拄着安尼所以咱爱真细致伫这个信用的部分安尼好，安尼无咱就今仔日到这，咱是毋是请连长长来带咱祈祷好无？好，咱三甲来祈祷。主宾听堂的天父上帝，阮马上感谢你。今仔日暗时会当过一遍，通过牧师真好诶开帖，互阮更了解圣餐诶意义，也会当更较清楚洗礼诶意义。感谢你，互阮伫信仰顶面，大家会当继续来追求，去继续使阮祝福，互上个教会过来人真正大家会当伫信仰方面更较注意，伫读圣经方面会当更较照次序伫遐来读圣经。主求你继续来施恩来帮助阮。阮即久伫遮也要做一个结束，所以阮下暗有真好诶困眠，不困到天光。
为四山进前，拜拢会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谢谢阿门老师，大大家家，牧师，谢谢老谢谢。师，谢谢。